草甸社区真侪年以来一直咧努力推动农村再生计划，佮有关怀据点。长照2.0巷仔弄长照站，佮有因地适龄的课程，拢有袂歹的成效。伫咧110年度得到水土保持局补助的农村社区绿色照顾计划，透过各种健康绿色的内容来互社区会当永续经营。一头的上午市长会特嘛特别到现场来参与各派的仪式。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最优质的草甸社区，来看到我们水保局对地补助的这个绿色照顾。那因为我们台南市好几百个社区，只有8个社区有获得补助，所以这是很大的殊荣。我们很谢谢水保局重视我们在社区里面不管是产业上的地产地销，或者是绿色照顾的对这个农地啦，或者是对一些土地的涵养的帮忙。那这样子是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以让这个土地不会闲置荒废，另外一方面又得到了这些农产品，又可以挹注这个社区。农村绿色照顾社区呢，是我们从今年度开始补助办理。那它的最基本的目的，它是希望说我们的老人家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健康的食材，还有我们的食农教育，还有我们的绿色的一些园艺疗愈的一些意识，能够把我们的农业的这些精神带到农村的社区里面，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也有一些透过我们的农业的一个知识的传递，透过各种的计划，会当全方面来协助社区的发展，佮有老人的照顾。未来，会当透过农村再生的计划、综合发展计划来协助社区，会当推动福利服务的永续经营，也会当通过无同的计划，同时甲无同领域的产业来做结合。我家草店成立个草地不老店工坊最主要的是讲。希望能够引进我们社区里面有很多长者让他们来共同参与，而且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外面的一些学校啦、一些年轻人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来共创我们这边的共创我们这边的商机啦其实我们最主要我们这边也在做农村体验农村小旅游然后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用我们工坊里面运用年轻人的创意，还有老长者的经验，然后共同经营这个工坊。这摆发挥跨领域的合作精神，透过规划创造属于社区高龄族群的有限空间，让社区的长者有经济效用，买当找到家己的生活目标。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